南投埔里的桃美社区举办着看花金菇清境加园的活动，嘛要借这个机会来宣导环保的观念。为了提供一个优良的生态旅游环境，桃美休闲农业区推展协会发起一个清境加园的活动。主要是要在赏樱季之前，把我们整个周边做一个清净家园。活动内容包括种树啊、摒扫环境，其中针对外来种有害食物，让学生了解生态保育的重要性。我们暨大就是在桃米的旁边，所以我们这样做一点敦亲睦邻的事情，其实对在地是一个很好。而且我们今天有大概数十位的大学生前来这里。4月2号到5月8号，为期6周的活动。那我们的一个活动每天都出团，不管是平日或假日，都可以来欣赏萤火虫。桃美社区一年一摆看花金菇的季节将要到啊，到时阵社区欢迎民众来家佚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